知財 TV 港股走勢話你知，美股昨晚嚟講咧就上升128點，但係今日嘅港股方面咧都高開215點，不過之後走勢方面咧係高位整固嘅，今日高低波幅嚟講咧得90點，嗱極度牛皮添。恆指收市報21,417點，上升210點，成交方面嚟講咧就增加咗嘅，有574億。嗱個走勢方面高開，但波幅唔大，咁暗示後市點樣變化呢？好，先睇圖表先。今日大市方面嚟講咧，就高開咧215點，嗱咁啊高開好犀利，有個裂口。不過高開之後咧，個波幅咧就好細啦，得90點嘅波幅。嗱，所以形成呢個現象咧，你發覺咧有個十字星，有裂口，其實力度咧就唔係咁夠㗎。咁變咗現在嚟講咧，都要小心啲，要大家有時揸貨嘅階段嘅，預好止蝕位，一唔對板嚟講咧就止蝕算數啦。嗱，炒期指嘅朋友嚟講咧，一定要執着呢樣嘢叫止蝕，嗱小心啲啦要。咁啊，另外啦，我哋睇翻一啲個別股票，個別股票裏邊咧有邊隻可以留意下咧？呢隻941。嗱，點解話睇941留意下咧？嗱，另一隻股票咧，重點股票就5號匯豐。5號匯豐嚟講咧，之前試過咧就破頂，嗱破咗5個頂，有個上升，嗱所以你見到升幅嚟講咧，有時咧都比較多嘅。咁我哋好多時話有雙飛，咩叫雙飛啊？我哋所講兩隻重點嘅股票，嗱留意下呢個表咯喎。呢個表嚟講咧，就恒指成分股嘅表嚟嘅，喺恒指公司嘅 website 見得到噶啦。咁啊，匯豐嚟講佔恒指比重佔幾多咧？佔15.33%。好啦，呢隻係重磅嚟嘅。第二隻嚟講，邊隻係重磅啊？嗱，就呢一隻啦。我哋所講叫中移動，中移動嚟講咧係佔7.7%。嗱，兩隻股票嚟講，一旦升嘅階段咧，個大市嚟講咧就動力夠好多嘅。我哋形容雙飛一個摩打夠勁嘅意思。咁啊，現在睇呢個走勢裏邊，匯豐升高咗。嗱，呢個匯豐嘅圖表。咁啊，另外啦，941中移動，現在嚟講係落翻嚟喎。嗱，所以有時個走勢咧，互相有個效應嘅。有時匯豐升，有時中移動咧會接住上嘅。嗱，現在中移動係一個咩形態咧？我哋叫大嘅頭肩頂，大嘅頭肩頂。嗱，頭嘅就呢一個，左肩就呢一個，右肩就呢一個。好，畫條頸線先。嗱，呢一條咧就叫頸線。嗱，現在嚟講留意翻中移動咧。跌到去近乎一個頸線嘅，咁喺呢個階段裏邊咧，有時會搏下一個咩咧？就搏反彈嘅。嗱，所以現在呢度嚟講咧，留意下佢如果有個承接嘅喺度搏反彈，咁好多時匯豐做好，咁中移動呢啲咧，有時相關效應第一啲重點嘅成分股都會有時做翻高嘅。嗱，咁當然有時買嘅嚟講，買到升到高位嗰啲買咁啊貴啲啦，平啲買就平啲，咁啊低啲買吸引啲就平啲。嗱，呢個時咧可以去咁樣做一個另類思考嘅。好啦，如果呢個階段你做一個嘅買入，要小心有兩個位，邊兩個位啊？第一個位呢一個，所以你跌破咗呢度嚟講咧，就係相對地咧做止蝕嘅。嗱，呢個位方面咧就咁樣畫法。好，跌破咗要做止蝕嘅，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啦。咁你話再進一步下跌咁啊點樣啊？另一個位喺邊度啊？呢一個，嗱呢一個嚟講咧，如果一旦再跌埋呢度咧，就全部貨要走晒嘅。嗱，咁呢兩個嚟講咧，留意個位。咁通常嚟講咧，有時有啲人話想做一啲短炒，搏下一啲回報嘅，就呢度入，呢度 cut 晒算數。嗱，咁呢度都係大概咧個風險都係3蚊到。咁如果中意搏嘅朋友嚟講咧，留意下呢啲嘅股票啦，一啲重點嘅成分股，有時見匯豐炒高，就搏下中移動，搏一個低位方面嘅反彈。咁啊，另外啦，提下大行報告，大行報告今日咧提下呢個咧就瑞銀方面咧去講及到呢個嘅857中石油。咁啊，857嘅中石油嚟講咧就。睇翻佢天然氣嘅價格咧，下半年有個上調嘅機會較為微，咁目標價咧就降到11個8。嗱，呢個嘅叫做係中石油。嗱，我哋睇個走勢圖嚟講咧，有個形態咧都幾得意嘅。咁點樣得意啊？嗱，咁樣睇，咁樣睇。嗱，類似呢個咧有個叫做上升旗形。嗱，上升旗形。咁啊，上升旗形嚟講咧，呢個就旗桿，呢個咧就係嗰個旗嘅狀況。咁我哋通常話破位嚟講咧，預期升幅嚟講咧，有呢個旗桿嘅水平。嗱，所以你見到呢度升幅嚟講咧，都就快見頂㗎啦。嗱，度翻呢個距離擺呢度，咁呢類嘅圖表嚟講形態咧，有時留意下啦，上升旗形。好啦，另外啦，花旗都提及到呢個中興763，咁啊目標價嚟講咧就13蚊，維持買入嘅狀況。嗱，不過呢隻股票嚟講小心喎，好多時候裂口嘅狀況㗎喎。見佢呢個狀況嚟講咧，可能驚有個機會咧，可能會破底。嗱，所以有時我哋撈低階段嚟講咧，視乎個別股票，有啲會撈，有啲唔會撈。咁呢個嚟講咧，有時比較擔心啲，所以撈低嚟講咧，呢個股票未必咁合適㗎。嗱，咁呢啲個別股票大家留意下啦。近期嚟講咧，股市都大上大落嘅。如果大家嚟講有時間嘅，多加留意啦。
好，我哋明天再見，拜拜。